女士们、先生们、来宾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在一曲难忘的旋律声中，我们的眼前仿佛又出现了一位老人的身影，他就是袁雪芬。是啊，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老唱片里传来的声声唱腔，那是录制于1936年的一张越剧的老唱片《方玉娘》当中的祭塔。当时呢，袁雪芬老师只有14岁，这是她录制的第一张唱片，也是女子越剧在历史上的第一张唱片。一晃76年过去了，那么今天呢，我们那么多的朋友相聚在一副舞台，我们隆重的举行一代宗师百年流芳纪念艺术大师袁雪芬诞辰90周年的专场演唱会，让我们共同来缅怀这位伟大而平凡的老人。是的，1942年，年仅20岁的袁雪芬在大来剧场进行了越剧改革。她提倡新越剧，建立并逐渐完善的编导制度，对以后整个中国戏曲界都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是，而且当时呢，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剧目，其中有一出戏应该是令袁雪芬老师终身难忘，那就是《凄凉辽宫乐》。是啊，因为当年呢，周恩来同志啊，曾经是亲自到明星大剧院观看了《凄凉辽宫乐》，所以我们今天的纪念演出呢，就从富有故事性的《凄凉辽宫乐》开始。曹碧玉，烈来娘娘谁给卖死？神，得来向娘娘拜别了。少飞燕，再过一刻，你我都难道一死？有什么话快说！你起来，我不愿意看见你跪在我的面前。从此，我再也不是娘娘，你也再也不是婶子了。是啊，神是我心，可惜神的老母是无人照顾了啊。容貌是无上，空的是你我地位大不同，恨的是我与排山都是
穷苦中，苦的是我心在犹豫力不足，爱的是我不能与你夫妻共。君子言不与我言，瑞勇。怎叫我无言关机在胸中？想当初悔不该贪图虚荣，把君王从啊，从此是好是飞鸟人白龙。宫中哪里真情爱？夫妻关中心落空，君王是三公罗远不足情，并非是少有保证百姓命送，须为立即向他山，都是那政权得力的要强攻。说到这个流派，我们都知道，在越剧舞台上呢有13大流派。那么在这个流派当中啊，这个元派是最早形成的流派之一。是的。现在我们说这个元派啊，已经不仅仅指的是元派的唱腔，而且还包括人物塑造、性格开掘，这已经是一个非常综合的艺术表演体系。是的。那么说到这个元派的形成呢，应该和3个唱段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没错。由于这3个唱段里边呢都有一个哭字，所以呢又被称为3哭。3哭，哎，就是哭头、哭灵、哭夫。不是3笑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出3位年轻的元派演员来为我们表演这3哭。听三夫君一名马，想必心中盼望啊！只见那小军蓬乱为
像晨雾里藏，自落在雨夜里，升进天上。化作的人外发布，我为本事擦去红军小凤凰，调去紫花的一缕梦。想念我名人夫妇心为实，几时何人两小度？可怜你刚做新郎就跪地步，我为本事再做新娘就变寡妇。你我有年订婚呀，各不相识谁嫉妒？旁人笑我家之欢，故所以我绝不与你情深厚。不料我化作紫叶就得了病，你今在不怕为谁来服侍我？我为问谁在庭前语，可怜你衰衰何见命无福。恰原来你是我此生为的知心人，我今算当你慈爱来对付。你临死慰问我的病，托你父母好照顾。少爷呀，生前为了你真的
绝不将你来辜负。兄啊心。
兄也必来言真。分两兄，你居于何时挂在心？你一言必来一言真，莫不是抛不下堂上慈爱的老娘亲？你一言必来一言真，莫不是抛不下满腹自己尽须问？你一言必来一言真，莫不是抛不下生你养你父乔娃真。你一言必来一言真，莫不是抛不下竹林有在那中乡亲。一言必来一言真，莫不是抛不下今生是母教诲恩。你一言必来一言真，莫不是抛不下由于守着同窗人。这不是嘞，那不是莫非是你抛不下英太婆？你生的确，刚才这个三位年轻的原派花旦，好，在台上演绎了三哭，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这个原派艺术的魅力。是的，的确，今天呢是纪念袁雪芬老师的专场演出，所以说啊，可以说是群星相辉啊，这个是哎呀，这么多的著名演员都来到了我们这个舞台上，不仅仅是我们这个原派的弟子啊是齐聚一堂，而且还有很多不同流派的著名演员都来到了舞台上。是的，因为今天他们呢说要共同来演唱袁雪芬老师的唱段，向袁雪芬老师致敬。好的，那么首先要登场的这一位就是著名的尹派小生萧雅，他将为大家带来的是《西厢记·季芳》。问苍天女儿红包心，八字从来不称心。母亲啊，你将人的遗憾山多做了，原山要人，你女儿不吃也不曾恰人你发于风雨，想张生为张生谁什么归中寻，想张生为张生谁什么情因怕你，既相思为惧他风流情，为此心也了强
才女儿心。那么，1953年呢，我们新中国的第一部彩色电影问世了，它就是由袁老师和范瑞娟2位老师主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我们都知道，这个电影的长度有限，它不像舞台上，是不是？是。所以呢，在电影当中啊，把舞台当中有些非常精彩的段落没有办法忍痛删掉了，删去了，对。比如说在楼台会后面啊，有一段送凶就没有出现在电影当中。是的。所以呢，今天啊，我们就要把这一段送凶奉献给大家。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就是根据解放前袁雪芬老师和范瑞娟老师的录音整理复排的《新梁祝哀史》当中的送凶一折。有请。去北京，你
的刻上你梁山碑，生前不能与你夫妻配，我死后也要与你同门对。亲爱的朋友们，在粤剧界，甚至在中国整个一个戏曲界啊，袁雪芬老师是唯一一个不收私塾弟子的艺术家。是的，袁老师呢曾经掷地有声地说过一句话，他说：“学生不是我的私有财产。”是啊。不管你是唱什么流派的，不管你是什么行当的小生花旦，是不是？只要你愿意学唱原派，袁老师是毫无保留的对你进行指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啊，在粤剧界有很多不是学原派的原派传人。是的，那么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一位呢，就是这样一个袁老师的学生，他是来自杭州粤剧院的著名京派花旦谢群英，他将为我们带来的是《一缕麻洞房》。难道我真的与他配成伤？今夜好比是生死关，从此是清晨我怕就没长。明知他是痴眼花，可是那九里江十里无法逃，连得我亲生父亲都不肯娶，他眼看着自己的女儿去我葬，娘啊娘，你临死不肯对我讲，你也是为得此事心难放。我以为女情人总能成眷属，谁知道天堂佛最要谁护与君约定的真定中，希望你了解我苦中心来忙。要想你不配孤本万里随，你是我相信一样。
1949年，袁雪芬老师在主演越剧《相思树》的时候啊，和著名的作曲家刘汝曾先生合作，创造了全新的蓝调腔。这个蓝调腔呢，这个曲式非常的新颖，而且节奏多变，现在已经成了我们越剧舞台上最常见的唱腔和调式之一。是的，是的，和优美的唱腔一同流传下来的，就是袁雪芬老师扮演的不为强权、为爱牺牲的贞夫的形象。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通过2段表演来感受一下这个原派艺术啊，在相思树当中的给我们带来的一种美的享受。是的。先请大家欣赏的是著名原派花旦华一钦和陶三怡共同为我们表演的相思树当中的修余书。心绪了了，上去睡吧。
丁郎啊，丁郎，你可知我修这玉书给你，这真实都是为妻的血泪。是今是恩爱夫妻分两地呀，大岁自愿生花饼。刚才我们欣赏的是《相思树》当中的修余书，看到华一心扮演的这个甄夫哈，的确在他的一大段唱腔当中啊，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南调腔，在原派的这个唱腔当中的一个地位。那么，同样的甄夫这个角色呢，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著名的原派花旦方亚芬。方亚芬将和郭爱君一起为大家献上的是《相思树》当中的继夫。传令一声，这是家里曾府，已是本王的新娘娘。
来到这青灵台，你们要小心伺候，再有一差两错，当心你们的脑袋。是。有请新娘娘。气窜窜到青岭台上，爱妃是不是在寻找你那位年轻漂亮的幻相公啊？喏，你往下看。你那位幻相公他已经死了。我
我对你一片痴诚，对天可表啊！生不相共，死同门爱妃呀！爱妃不要太伤心，常念他生死不能谁佛身，他啥不是心牵挂。他已是你苦于本王两生情，大王珍珠今日无所求，只觉得大王赐我九三针，像我们夫妻总有夫妻情，我要见见王夫啊！答应。好，只要爱妃顺从本王，本王就答应与你。来，去就。
一片心，我好比遥子高飞凌空去。你慢走一步，我也来也。我们都知道这个元派啊，是越剧舞台上众多流派最早形成的一种流派。那么，它也为以后的这个越剧的流派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花旦的旦角的这个流派。你看，不管是七派、金派、吕派、张派哈，或多或少都受到过元派的影响。那前面我们尹派小生、京派花旦都做了非常精彩的表演。那张老师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哪一位呢？接下来登场的这一位啊，说起来和这个元派有很深的渊源。哦，我们知道这个当年袁雪芬老师和范瑞娟老师啊，经常同台演出，是不是？那么接下来的这一位呢，就是著名的范派小生张瑞红。好，但是呢，今天这个张瑞红啊，可不是演风流倜傥的小生哈。哦，那演的是今天任何流派上来都得唱元派啊。当然他唱的是元派的经典唱段《断肠人》。
接下来的这一位啊，是远道而来的，特地从绍兴赶到上海的著名的副派花旦程飞。程飞今天也是唱原派啊，他要给我们唱一段我们原派的经典唱段，那就是《夸夫》。哎呀，相公啊！曾记得当年金口初相逢，看见你花魁为败了勇，相公为国去从军，岂在神归少自红。这20年来沙场血，驾着汗马转弓，相公你立功勋所不登龙，前前我讨封引起附庸，三传是位高群众，长思亲。元帅神通，陈苗孙子会领大将威风，不须是夸相公，为此配得举两中，有你相公妙着金元兄。儿子我是身为谁英雄？我们说到袁雪芬老师和新越剧改革啊，不能不提被誉为是新越剧改革里程碑的祥林嫂。是的，其实袁老师当时也知道，如果要在国统区上演祥林嫂是有着很大的风险的。没错。但是袁老师觉得这是他的一种使命，他要让更多的观众了解千千万万悲惨女子的命运。所以呢，在1948年的时候啊，袁雪芬老师就第一次把这个祥林嫂搬上了中国的电影荧幕。解放以后。1978年、79年啊，他又拍摄了我们国家第一部宽银幕的彩色戏剧片《祥林嫂》，还有我们中国第一部的电视戏剧片《祥林嫂》。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来自浙江越剧团的著名演员李佩杰为我们表演《祥林嫂》当中的“千悔恨，万悔恨”。当初一朝
那老爷他我更怕的把我当作眼中的，既是不许我遵守，那杀鸡在我腹，我问啊，刚才绿马一番话，原来我才你一在本身。我才是不见天堂路，因此到于地狱门，万一那两个丈夫在阴司等，那阎王要把我一举两半分。那园里花草全是烂，那是天年路阴森森。哎呀，这是什么啊？听了呀，是小鬼。金邋遢，铁树浪当也无人，莫非他也是身在万大灾，到你王天前听才应。想我身心是尽千百苦。
鬼呀！当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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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什么？卖于什么啊？去转掉门看。对呀，去转掉门看。不是去到真西土地庙，转掉门看做替身，上天神大，半神夸，两千神大，半神夸，说掉我这一世他才袁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要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是袁老师在生活中呢是非常的艰苦朴素的，对物质没有任何的要求，但是他对艺术可以说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啊。没错，我们看这个袁老师的一生啊，可以说是不断的否定自己、超越自己的一生。记得在1965年的时候，他那时候在主演一出戏叫《火爷村》。在这出戏当中呢，他和他的情师周柏林先生一起创造了一种降 B 调的调式。后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他对这个降 B 调一直不满意，不断的改进，一直到80年他退出舞台以后，他还是把这个改变这个曲调的重任和希望寄托在了学生的身上。是的，1988年呢，那个时候方雅芬还没有从戏校毕业，在排演新戏《风雨大观园》的时候，袁雪芬老师就专程叮嘱唱腔设计陈军说，一定要把降 B 调加入到方雅芬的唱腔当中，所以就有了后来的思琪之死。好，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风雨大观园》当中的思琪之死。
我早些等待不回，我好容易三世往生得相见，娘家是一同冷水当头亲，家有许久无心念，看人总要看到心，表弟不是你眼中病，女儿更是你丧子。娘亲能为了儿一生娘生死头上一把刀，四季我曾到四季难再生傲于今生他go去放于不放，娘亲娘长成了这门亲，心动女儿怎不肯，给了脸死不金钱为贵人，你写下房子有钱人，娘长不能这门亲，你就把我当谁不这门，我那家里也更好，可不想有就动身，可他就动了无缘地来讨俺一关心，女儿把娃一手紧紧两天龙配菜放四堂，四老子在我俩当小公年来你娘亲。此一去二八长生，百为公
今天晚上的这个纪念演出啊，可以说是汇集了江浙沪3地的著名演员，不同流派、不同行当的演员们啊，汇聚在这里。他们用演唱表演的方式，表达了对袁雪芬老师的缅怀之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又要请出一位远道而来的尊贵客人。是的，这位客人呢，应该说在我们上海的观众当中啊，特别有人缘儿。他是来自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著名范派小生吴凤花。那么阿花今天呢要唱一回这个祥林嫂，不过她演的可不是贺老六啊，她是要用原派唱祥林嫂。哎，我们来听听吴凤花演唱的祥林嫂，听她一番辛酸话。听她一番辛酸话，倒叫我欲哭也难开。有钱人娶亲是平常事，那穷人夫妻情难配，他80千金非容易，多少血红去换来，狠心人得了我的满身钱，害老罗留下了一身债。我恨那子冤婆婆，不应该反将老罗来责怪。只见他有时懊恼，他有时会拖入一旁发了眼，倒叫我要是不能是要归夫家归，要闹又不能闹，要赔又不见赔，这真是走也难来，我留也难啊。进退两难我怎安排？我们记得哈，以前初次见到袁雪芬老师的时候啊，有点害怕。为什么老太太很严肃，因为她是上海越剧院的院长啊。嗯。但是接触时间一多，就觉得老太太太慈祥了。特别对待学生是无微不至，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是的，是的。说到这个，我倒想起一件事儿，就是当年方亚芬刚刚从戏校毕业的时候啊，在排袁老师的《白蛇传》。那袁老师呢，就是自掏腰包请作曲呀、唱腔设计吃饭，希望他们能够为方亚芬设计一段属于他自己的唱腔。是啊，那么接下来就由我们越剧舞台上更年轻一代的年轻演员哈，来为我们表演《白蛇传》当中的断桥一折。不明白的
君，风雨同在，我见君梦君大人到寒门，我见君品好，身中心头离恨几成婚，我总以为8年好同到老，千金富老平生。我为你陪呀婆，苦心经营，到堂四正家，光不双赢。太平岁月你偏做更你今将才也来清醒，多养金殿你名为亲，我哪不得就是一生委屈领子到昆仑，修理那千山万水把着苦啊，为妻先生伤了命，一番恩情你谢多年，为妻之言你不听，你私藏青山把香烧，把非离间之言你当了真人。你去金山无踪影，我是左派右登记死人，我山上青山把夫心，我们内务与法黑同了刀兵，赢得妻儿不早还，自比才得可先进，比不起我身大上花临门府内疼痛是不艰辛，各种是你情过少，你哪有半点不亲情啊？娘子，我以为今生不再见破影啊，想不到冤家又相逢，才团叫天，水墨胸膛想一想，线线成一层，哪个算哪个才是头才是情，哪个对你是家业，才人对你是真心，把亲人当作仇人看，有眼无知看不清，只是无心无意换真话小情，怒气生命万川，什么转就什么真。
天归地归良心，理亏得小青。1953年，为了招待朝鲜的领导人，周恩来总理特意对当时的华东越剧实验剧团下达了要排演《西厢记》的任务。当时呢，就是指定要由袁老师来扮演崔莺莺。袁老师接到任务以后啊，就全身心的投入到了创作当中去了，成功的塑造了崔莺这样一个艺术形象，而崔莺莺呢，也成了原派艺术的经典形象，永远的站立在了舞台上。所以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欣赏《西厢记》当中的情心一折。春水上行人劝解，两小同意思听情。首先生于张生雅定，他在心想月下丹青，我引小姐到花园烧香。什么？我进到花园，他还没有来呀？待我喊他一声，小姐快来！你看，今夜月色多好啊！月儿啊月儿，又出来这身黄金裤，冰冷杂用。相见风沙残红，有一心横断太空，那堕落女天照顾穷，小姐，今日夜阑，明日他与风雨意，风月天边有，人间好日福。小姐，这样的夜色真好烧香啊！老娘，我哪有什么心情烧香嘞？既然来了，就我人的上一位吧。从今日自己过，心头空想。从今日自己他梦里相从今日他自古因离心郎，
香吧。莫非是他？红娘，红娘，你听，这是什么香啊？哎呀，红娘听不出来，小姐你是猜，莫不是胡要的八旗玲珑？不是的，莫不是军府的官的叮咚响，莫不是风吹天马眼前动，莫不是那繁华宫殿夜明中。哎呀，也不像，小姐，这声音好像是在哪里？你再仔细地听啊。我这里先生听，正在想东，恰原来西厢的人儿李世同。小姐，你在这里烧香，我去看看老夫人谁凉而已。他不足提到天不长神勇，他不要遇上我离空，他不曾高啊把风雨弄，他恰是儿女地的小长工。他是一穷恨非穷，独自为家老侍奉谁自用，他却为中无一同，分明是把老飞燕过西东，关外一穷断上年，只因千古此心同情，因才不言中。接下来我们要请出一位嘉宾，重量级的。重量级。对，平时在舞台上看到他表演的都是风流倜傥的英俊小生，看到他就会想到贾宝玉。是谁呢？猜出来了吧？对，那就是著名的徐派小生钱惠丽。钱惠丽今天上台也得唱原派啊。对。他说啊，刚才已经有好几位啊唱过这个祥林嫂了。从这个听他一番辛酸话开始，千悔恨万悔恨。对。他说他来唱唱祥林嫂最后的这一段，那就是雪满地，风满天。好。过年啦，又是一年了，我
在这世上过了多少年了？长啊！西门的风满天，寒冬腊月一年，这长长的日子，我怎么过？是梦啊，是真才现前。曾记得婆婆领我11岁，那乡邻他还在要来面，我是日间为他晒菜啊人，晚间长把事不甜，我是有做媳妇有做阿姐，心是苦十几年，有谁知啊病情百年将临死，留下了两对寡妇独在间。婆婆是啊，她犯下了重责，将我们啊为姥姥抢我到山间，多亏姥姥啊，她对我好啊，隔年又有阿毛天。阿毛，姥姥，你不要怪我，我是笨啊，我是傻呀。我但知道下些天，也许在山坳里没有东西吃，才会到村子里来。我就不知道春天也会有啦。
老罗，你不要怪我，你不要怪我啊！谁知道啊，上海滩去老罗的命啊，阿毛遇着我老爷，撇下我无依无靠无爹地。那大把雨收去我两姐，没奈我我儿子总把罗夫进啊，这就得面受起我多财年，谁知道两次刮我财年中，老爷太见我也，我为了坐在去专门啊看，话剧我贡献12千，认识到天大的财年多可说啦，恰为我的财年成就没有清白的，哎呀清白的啊！我们都知道，袁雪芬老师初次登台是1936年，当年她14岁。那么一直到1980年，袁老师最后一次登台是在上海的文化广场的谢幕演出。是的整整44年，袁雪芬老师可以说把她的一生都献给了心爱的越剧舞台。是的，袁老师最后一次登台表演的是《碧玉簪》中的送凤冠。演出结束以后呢，他就把自己的化妆箱送给了方亚芬。我想方亚芬她接过的不仅仅是一个化妆箱，接过的是袁老师的艺术生命，以及袁老师对越剧未来的一份嘱托。那么现在呢，一代又一代年轻的越剧演员成长起来了，所以此时此刻呢，我想我们也可以告慰在天堂的袁老师，老师可以放心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的袁派花旦接过了他的接力棒，我们会把越剧事业推向更加辉煌的明天。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当今这个越剧舞台上最年轻一代的袁派花旦张路平来为我们表演《送凤冠》。光荣
好一个韩国真用黄长远，送我凤冠为哪般？我是个清官下贱女，你口称夫称夫妻光，常愿公啊，你促成兄妹辛苦娘，促成夫人离不断。你虽要多言多语多相劝，到时辰越是越想越心酸。怪爹娘错人错钱错虚婚啊，选了个这盘情盘面的盘心欢，我也曾文章文短话也文，你恰是哦言哦语哦相看，曾见你一大一包将一给，恰落得过我陪当陪马陪巧用，我自比是谁苦谁劳谁娘胎啊，你恰是满上满下满人满事满鸟装，我这他为父为妻为女子怨着怨，命不命苦命花错，你是大富大贵的他长远给领去过美的美貌的美船就晚年的袁雪芬老师对自己的学生方亚芬回忆起当初自己越剧改革的初衷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他说他11岁的时候进入4季春科班学戏，发现后台啊是一片乌烟瘴气，他就在想，难道自己的后半生就要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度过吗？所以他觉得不行，我要改变命运。那么改变命运只能改变大的环境。是啊，也许当年啊，袁雪芬老师没有想到过，这一改编啊，不仅仅是改变了他自己个人的命运，而且还改变了无数舞台姐妹和越剧这个剧种的命运。是的，从新越剧改革到编导制度的建立，还有后来为了建立自己的学校和剧场发起的越剧10姐妹的义演，袁老师都在一步一步艰难但是非常坚定地践行着自己的决心。在1945年抗战胜利不久啊，袁雪芬老师呢就排演了一出戏叫《梅花魂》，成功的塑造了程信元和这个番的故事哈，彰显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气节。那么到了解放之后啊，这个1958年的时候呢，袁老师又重新整理啊排演了这个《梅花魂》，而且呢又去慰问了福州前线的解放军部队。所以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来欣赏著名原派花旦啊方亚芬和著名的范派小生韩婷婷啊他们两位为我们共同来联袂演出这个《梅花魂》当中的重台别。
来此一日送的，过了此地便是反绑。历来出关之人来到宋代，都要远望家乡。远望家乡。朔风啦啦，落叶黄，飞沙破面走莫慌。夕阳映里家园遥，关山古道莫色苍。不过山河了远看，曾经我一腔悲愤泪不瓦痛，恨反绑厮杀诚心系真传，路两奸人乱中原，我行远杀不返去，一场刀兵拿得完，我岂可眼看百姓遭灾难，千里之山血流成河，苦万端，我只有身在官平生去太原的山河万征发心切色归途，可怜行人此去，是再也见不到生我养我的人在故土了。爹娘啊，儿在中台望家园，从此是永别沟口难为断，此去也
小妹就要离开故土了你。妹兄，这一路而来，你必与小妹说过一言不语。我知道你心中万分难受，可是今，难道你我总有千言万语教育兄送我失气呀！你难道连句做父的话都没有吗？爷妹，你此去何番？不是为妃，定是为儿。妹兄，你生而从生，房里方开水位，算是正宗。你我在此一别，再赴相见之时了。你莫以愚兄为用上当，又遭大雪压上头，眼睁睁啊，一骑无马再没去，风沙扑面明知道这何因缘，我没家亲也没啊，真不叫与兄痛心。
为此新美酒，美人两家是忠良人，有志抗敌早脱手。妹兄啊，小妹被逼出关去，堂院庭将当明流，生是妹家人，死是妹家文，武行院之子永不退。妹兄啊，因恩而死无差错，这帮你耿耿在心报冤仇。茶边边小老爷，夜望正上半道笑。日复一日，年复年，怀妹总为离半朝。我行院不能与你情深好，这警察把你同到牢。孟爷妹把警察人顷刻间不律在手上将要败了王金猎人比那的爷妹今年呀高。爷妹啊，我把警察当作心上宝，生宝里来死不跑。没玩意心是一张地金了，帮兄用我听劝告，我与你担当飞燕分暖波，云个沙龙难归家。王兄莫在两院，你领取少女结乱家。余兄是曾经沧海难为谁，说什么领取少女结乱家。你为何不愿上民间，夫妻能言断这种冒昧跑。总算是你愿不必做了早问烦我与你生死分离心相照。妹兄没事，我定要做个好暖丈。
请娘娘说说起身。有人说啊，这个袁雪芬的名字啊，已经超越了越剧这个剧种的意义。因为袁老师不仅是创立了越剧的编导制，而且他还提倡越剧要导演、舞美、音效全面发展，这在中国的戏曲界也是非常有影响的。是的，有人说袁雪芬的意义已经超越了演员的领域。她不仅仅在舞台上演戏，而且非常注重对越剧理论的研究，成立了越剧研究中心，非常注重对越剧理论人才的培养，并且主持和撰写了大量的越剧理论的书籍。所以说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袁老师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丰富的艺术形象和优美的唱段，他更为我们留下了高贵的品格和坚定的信念。所以在我们今天纪念演出的最后呢，上海越剧院的著名演员单养平、王志平、陈颖、张咏梅、黄慧将率领上海戏曲学校越剧班的年轻演员一起再次为我们唱响那些经典的唱段。每当我们哼唱起那些熟悉的旋律，我们的心中就会想起您，袁雪芬老师。我们知道您永远都不曾离去。送马生羊20层，木船细节锁的紧，老苏岁年天真，为与将军提家人。实在万分心所深，愿无杀人不见人。想知今日去了，我手已经把出闸门。他那里寂寞将心放下风路人。卷好了，卷好了，我卷好了，门开一条。苗着身，正月初三谁同工？元宵这天报祝好，30了不见起，有40块一差好。自从8年转不见，啥雨林也拦不掉。从今后2000人他万人夸，我的罪孽好做掉，哎呀好做掉啊！曾在到浦东
无情雨。
站在袁雪芬老师的铜像旁边，我有一个提议。现在我要把我们今天最隆重的掌声献给远在天堂上的袁老师，我相信他一定能听到的。我也想到了当年我采访袁老师的时候，他跟我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演员是鱼，观众是水，鱼是永远离不开水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次的感谢各位观众朋友对粤剧事业的支持，谢谢你们。